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。7分钟，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亚伯兰这个人？事实上，上帝为他预备了美好的恩典，让他能够在他经历过一些的失去之后，仍然能够补回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常常会为失去的而感受到心中惶惶不安，或者是觉得非常的难受，或者是有所失落。然而，上帝会补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即使在我们事前给予出去，我们先给出去了，然而上帝在事后会补足我们。我们上次提过，亚伯兰他为了跟他的侄子罗德能够在一起相处，能够和谐，所以他失去他所可以有权利选择好地方的机会，以至于罗德选了好的地方，但是亚伯兰就选了比较次好的地方，或甚至是比较水土上面比较不好的地方。然而先给予的上帝仍然是这样的祝福他。后来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，当他在山上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说，你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观看。上帝说他要把这一切都赐给他，并且上帝也帮亚伯兰改了名字，叫做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亲。亚伯兰的太太撒莱，上帝也帮他改了名字，叫做撒拉，意思就是多国的母亲。然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。你可以想见，每一天他跟他的太太说：“哎，多国的父亲。”一个说：“多国的母亲你好。”两个人在那里互相来称对方这样的身份的时候，或许心中会有一些的感触。事实上，他们还没有。然而，上帝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在等候了之后，上帝给他们的丰富是美好的，以至于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撒莱就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叫做以撒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上帝要我们等候一段时间，也许上帝要我们等待一段时间，但是那个等候的果子是好的，那个等候的果子是甜美的。上帝帮助我们。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看到事情的结局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结局，上帝带给我们的那个结局都是好的。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叫做《卡农》。这部电影是以前在讲这个嘉义农专，他们有一个棒球队后来打进甲子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我记得在电影当中，那个教练他时常提醒跟告诉这些棒球队的队员，这些高中生，告诉他们说要进甲子园，所以他们连跑步的时候、运动的时候，都心里面想着要进甲子园。所以后来他们终于从那个最差的球队打到最好的球队，甚至可以进到日本的高中的甲子园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赛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宣告信心，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应许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应许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能够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或许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一直往那个目标前进，上帝必然带领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或许你还在等待一些事情，要相信上帝在最后的地方，在那里等待着我们，他把最好的结果，把最好的要赏赐给我们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候你所应许的，相信你所应许我们的都是最美好的，让我们耐心等候，并且相信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宣告自己是多国的父亲，宣告他的太太是多国的母亲，以至于他们等候到上帝所给予的这个美好的孩子以撒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等候你所给我们最美好的结局。我们相信你所赐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